艺人迪英、孙鹏之子孙安佐去年因为在美国惹出恐攻大祸，让一众星二代当时都被拿出来比较。女星崔佩仪的15岁独子贝克宇因被波及，曾在脸书上表示：“我不会成为第二个他。”指孙安佐。孙安佐返台后积极拍片朝网红之路发展，贝克宇也开始经营自己的频道，但还是会有网友把两人拿来做文章，让贝克宇气不过。近日他将酸民留言公诸于世，并狠狠反击对方那么有能力，怎么不在演艺圈？15岁的贝克宇自1个月前开始积极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，除了自弹自唱、教战如何提升英文能力之外，也分享和王中平的16岁女儿韩非合唱的影片。虽贝克宇疑似因为太紧张唱起来有些生硬，但不难看出他急于展现音乐才华。不过部分网友仍将贝克宇拿来跟孙安佐比较，很酸跟风想红。当时说不会跟孙安佐一样，结果现在孙安佐比你红，说什么与孙安佐不同，你还是去吹妈妈那边吧。就连和韩非合唱，也被说从小被妈妈带去上节目，被镁光灯照这么久也亮不起来的普通小孩，搞不懂妈妈的心态，整天让一个小男孩和一些婆婆妈妈、三姑六婆说3到4的。演艺圈应该是留给有天分的小孩，而不是成了一些在学校和上没能力和别人竞争的星二代们的收容所。无论做什么，总是会有酸言酸语。贝克宇忍无可忍，近日展开反击。他贴出酸民的留言，并很呛对方有种就用真账号，或是把名字取得真一点，太假了不好玩啊！一下就被识破。那你那么有能力，你怎么不在演艺圈啊？